康布，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我一个问题就是，虽然我常常都会去放生，就是去买一些鱼啊去放生，但是脾气脾气就很容易就这样子升起来。然后我就想，我这样的一个人，我应该要怎么做呢？这个啊，你的脾气归脾气，放生归放生，应该是一定程度来讲的话，这两个不能挂钩，我明白我的意思吗？明白。这是两回事。对。但是透过放生能不能改变你的脾气，这是可以去这么想，也是一定程度上来讲的话呢，合理的。但是啊，因为佛经里面，尤其是在这个《寂天菩萨入心论》里面，专门讲安忍忍辱的部分。可是啊，要记得，在这个忍辱里面，根本没有说是放生是一种那个调伏这个嗔恨的一个方式，明白吗？放生呢，你就是完成了这个七大圣明的这个宿命，所以他的一个这种一寿果来讲的话呢，就你生生世世可能会长寿。当然呢，确实是他，如果你回想，你这个功德，我希望我的脾气变好，就是能够那个断除我的这个嗔恨的这个习气，这个当然是合理的，明白吗？但是你如果只认为是我今天去放生，然后用这个功德，我就明天本来就是现实报这个东西是比较难的。除非在你的这个心愿呐，各方面的力量非常强的情况下，有可能会精神会发生这个结果，但是一般情况下比较不容易的。是就算这个有这个功德，但不一定你马上能看到。我的意思是这样的。那怎么办呢？我觉得你的这个脾气不好的时候，你应该就是要直接就是多学这个如菩萨行论的安忍品。这个里面有很多全面的理由，你为什么生气？你怎么生气？你怎么看待你嗔恨那个生气嗔恨的那个当下念头？然后你觉得那个人对你做出不好的事情有种种理由，你怨恨他的时候，你怎么去调伏你自己的内心？怎么去看待这个对境？然后怎么去分析它的本质？这个上面有非常详细的逻辑和完整的这个这个安忍的修行的方式在这个里面，但是你的放生的功德还是依然是放的，所以这是一个布施当中也是无为的布施嘛，所以是非常了不起的。那无为的布施呢，确实是间接或直接也有跟安忍就是那种。因为如果一个人他心里有很极大的嗔恨的时候，他内心是不安的。你自己内心比较强大，你有足够的，用现在话来讲，有自信的时候，其实是你根本不用发脾气。曾子说过，你发脾气大声讲话，等于是你没有自信，等于是你没有这个，你的这个你没有一个足够的这个一个合理的这个逻辑和解释，才会大声。而且有时候呢，就是你这样的时候，你也知道这个是你的一些气脉缅甸的，可能是你的这种脉络和气有关系。所以调伏身体，用禅修，用那种呼吸法，然后真的这个调整之后呢，就你可能会变得比较平衡，比较平息吧，那种和平、平衡那种，就是没有那么容易发脾气的。再加上呢，你要想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一个，
比如说见过圣灵的人和没有见过圣灵的人，为什么包容性不一样？这个也是修安忍的过程。所以你先要想到，见圣灵也不是真的你在城市里不等于你有见过圣灵了。主要是你内心有去分析这个各个不同的人、不同层次、不同的这个做事情的风格方式的那些人，然后你对他有一定的程度的这个理解，你就是能够接受这些多元的存在，那你不会用你自己的角度和自己的方法来要求他们一定怎么样。那个时候你心里比较轻松，比较自然。那就不会容易发脾气。我就在用这种方式来直接要就是试试看啊，不能依靠方式直接挂钩，这是不成立的。好，谢谢康布。不有意思。南无